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伍卓賢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泰拳拜師舞，係因為我喺2023同2025年代表咗香港去參加泰拳拜師舞比賽，都拎咗金牌。希望大家鍾意。拜師舞唔單止係一個泰拳運動，裡面仲有文化、歷史、神話、音樂以及舞步喺裏面，絕對可以稱為一個文化同埋藝術嘅體驗。依家做緊呢個動作就叫鷹神啦。咁呢個鷹神嘅神話故事就係講緊有個好嘅鷹神，就見到一個好壞嘅神，就飛落去捉咗佢，好嬲咁撕開佢，就食咗佢。所以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呢，係好嬲嘅。咁有啲動作係要笑㗎啦。咁男仔就做梳頭，女仔就做化妝。咁做呢個動作要笑呢，係因為想表達出佢哋當時做呢個動作，為自己扮靚化妝，好開心嘅心情。咁當時好緊張啦，因為第一次代表香港出國比賽，又坐咗10幾個鐘頭飛機去土耳其，亦都會擔心拜師舞呢個新項目嘅規矩會跟唔足啦。不過好彩，去到比賽當日嘅時候，發揮良好，令我拎咗個金牌返香港。咁因為拜師舞，我得到好多讚賞同埋鼓勵啦。呢啲讚賞同鼓勵都可以令到我更加有心機咁練習同埋比賽。而且我都係因為拜師舞，所以學到好多唔同嘅泰國文化、傳統同埋神話。所以我認為拜師舞可以稱為係一個文化同埋藝術嘅體驗。